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。食饭时间，手落菜来看到新北市三重埔这间日本式的火锅店瓦三和夜市啊，一日去到店里，就当看到店顶面吊一块茶匾，写讲是初心，代表讲头家就志面伊对做食真讲究。头家今年40岁，伊是屏东人，伊学生的时是读食品卫生，出业了后，伫咧规台湾连锁餐厅做20多档。4年前因为采购食材搁较便利，就伫咧三重埔开店卖火锅，逐工透早拢会亲身走一逝市啊，经上海钓时的食材，用无毒的海产，火锅的汤头嘛是家己控的，要互大家食了会当好食，嘛会当食着健康。凉拌过鸟，一尾脆鲈鱼、猪肉、牛肉，在地上青的食材，加上一鼎真清甜的汤头，互人食会到幸福的滋味。外面连锁的火锅店吃起来都是那种很浓的柴鱼味。好像千篇一律，但这间不一样，这间有猪骨汤还有牛骨汤，老板很用心在汤的研发上面了哦。那我觉得火锅的精华在汤，如果我们的食材新鲜，汤底又配合的很好的话，这家火锅店就是无懈可击。对我来说是这样。会当做到无汤咸，就是因为头家赵志文真用心在做。念念不忘必有回响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其实也没有太复杂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想，那我喜欢跟客人这样的互动，我觉得。客人吃到我们的东西，他的满足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那台湾大头仓，佫有几多种海产大会做伙来控，这鼎汤头是赵志文试规半年的时间才控出来的好滋味。其实我们汤底试了很多方式，那有试过加红萝卜啊、白萝卜啊，那你说甘蔗啊等等之类。选择洋葱的原因是因为洋葱它给的甜度跟风味是最好的，对它不会，它等到洋葱煮透了之后，它不会有太复杂的味道，对，那再加上海鲜去提它的鲜度，那会让汤更有层次感。店内壁顶的挂初心2字，代表赵志文一路打拼的坚持。一个屏东囡仔读的是食品卫生。在台湾北中南连锁餐厅做20多年，4年前选择咧新北市三重埔开店创业，头尾拢总落300万的资金落去，头家笑讲本钱要收回来，真正真无简单。其实没有错，我们开店就是为了盈利，为了赚钱。但有的时候，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可能，我觉得他要做好一件事情很难，那我们就做好一件事就好了。爱食佮惜福，初心袂当放袂记的。赵志文用20年的时间，专力来做这件代志，才会当互伊的料理安怎食拢食袂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